51歲馬國明在香港街頭，背住名牌包，臉上痘印多，身上沒有滄桑感。香港 TVB 男星馬國明在近幾年被台女力捧，人氣和知名度暴漲，他現在出去逛個街，都能引發騷動。4月10日，他現身香港街頭，被好多粉絲圍堵。當天馬國明穿衣打扮時尚有型，上半身穿了白色 T 恤，外搭牛仔外套，下半身穿住一條黑色休閒褲，背住一個大大的名牌包，品味不俗。他看起來很高很瘦，皮膚偏黃，狀態非常不錯。光是看他的外表，完全想象不到他已經51歲了，感覺他身上完全沒有滄桑感，整個人神采奕奕。唯一不太好的是，他的臉部皮膚有點差，橫橫窪窪的痘印很多。遠看還好，近看的話就很明顯了。還好的是，他不是靠臉和身材吃飯，他靠的是演技和能吃苦耐勞。馬國明進入 TVB 已經25年了，他有很多年一直不溫不火，經常演配角，和他同期的林、黃宗澤都先後大火，只有他發展一般，直到38歲才憑藉醫療劇《Uncle 36小時》成為 TVB 一線男星，45歲才憑藉《白色強人》首次拿到 TVB 視帝獎。從那之後，馬國明在中國香港地區人氣和知名度一路暴漲，現在已經是香港婦女之友，有很多女性粉絲。他這次在街頭出現，就被好多女粉絲包圍，請求和他合照還有簽名。面對熱情的粉絲，馬國明態度非常好，一直帶住微笑，離開時還和粉絲招手告別，非常有親和力。現在的娛樂圈，像馬國明這種偶像已經不多了，希望他能一直長紅，拍更多好看的電視劇吧。